师就亲像道教，因为现实的问题，常常拢只会当选择离开。啊，偏乡的学生嘛，常常爱来面对着甲老师讲再见的无奈。花市采访团队嘛，实地到台东县的海端乡甲长滨乡，咱发现各校啊老师的流动率真悬，所以学生囡仔时常拢真不安。有的班级甚至6年来是换6个老师，学生是一直咧适应着新老师。啊，这个偏乡大多数的老师拢兼顾来职务，除了工作超量，嘛因为家庭的因素、甲交通问题等等，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偏乡囡仔未来，偏乡老师的调度甲管教，继续来看。在台东机场，要先进到市区，再前往海端国校。从台东市区来到海端乡呢，距离大约有50公里，而我们刚刚搭车的车程呢，至少要1个小时。交通会当穿越地区间200多公里的距离，哪里教育上的差距呢？我们乡村嘛，对不对？那乡村它有什么代表乡村？田，因为像我们这边也是乡村嘛，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田？班上只有4个人，假课的时阵坚持甲学生保持互动。31岁代理老师蒋亚军是高雄人，2016年来到海端国小任教，即摆是5年的班导师，爱负责国语、数学、艺文甲健康课，大家单单是备课都爱分2点钟。小校有小校的运作方式，然后大校有大校的运作方式。像我们可能还要再接一些行政业务，我们就是代理老师，所以我们没办法在一个地方久留，因为也是看学校有没有这样的缺，可以让我们留下来。代理老师各项叫做是流浪教师，蒋亚军热爱教职，每一年努力准备正式老师的考试。伊伫旧年结婚生囝，囡仔才15个月大，加入家庭了后，面临更较侪两难甲选择。他其实现在就是会牙牙学语，在骂，然后其实说私底下其实自己都会躲在被子里偷偷掉眼泪，会觉得很舍不得。我觉得我现在两难是，我在这边工作我是很开心的，可是又觉得自己离自己的孩子很远，那一块又是我放不下的地方。山峦青翠灯塔，海端国小无伫海边啊，是位伫台东的山线。全校33个学生，大多数拢是布农族的囡仔。109新学年度有3个老师的课，伫开学前却一直补未齐，这嘛是大多数偏乡的学校的缩影。第一阶段必须要有教师证的老师，就很少人会来报名。第2阶段是有修教育学程的，那会有，但是比较多就是第3阶段的，就是大学毕业的，没有对错问题，然后他有权利选择他愿意服务的地方。那当然大家都喜欢在市区这样的学校，因为老师的流动速度太快，有些学生呢，他们在学习上就会产生蛮严重的问题。等，你起来了。Hello， 你好吗？起来的时候斜的了，起来的时候平的。Hello， 你好吗？你才刚。我之前是在做探索教育的，然后那时候带学生的方式是时间比较短暂，然后我想要跟学生有多一点的认识，可以建立关系，所以我才想说可以到一般的学校来。教学小看清楚，新进老师陈英安是台湾师范大学器官系毕业，无教师证，无修过教育学程，伫第4届招聘的时阵互录取，解决师资的严重欠缺。他很多的体育课啊，对，自然科学，那他没有所谓的教学的背景，但是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安排我们教务组长呢来当他的那个新传教师。只是有教学热诚的人真多，但是佫会当伫偏乡踮偌久呢？会担心老师走吗？会，因为我们的感情很好。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觉得不习惯，然后也会舍不得。那最后他很希望钟老师带你们到毕业嘛？会想要，因为他每次都很细心的照顾我们，然后也很用心的在为我们上课。那你觉得老师跟你们的感情是多好？家人。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他就会尽力的给我们。走吧。
那你今天还好吗？还好哈。对偏乡的囡仔来讲，老师就亲像导教，时间一个到，一批来一批走，学校都要时时刻刻甲因抓条咧，甲老师留落来。还是会很怕学生问到说，老师明年还会不会是来讲？其实会，因为我这时候就会跟他们说，不知道，看学校安排。我如果也许真的要离开了，我比较不会直接跟孩子说老师要走，因为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情感上的割舍跟伤害。5年级的雅君老师为例了哈，他有跟他讲了，当然我们也期盼你考上变成正式老师，但是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么我们希望你能够回来。我每次都告诉他说，我不是诅咒你，我说祈祷你不要考上，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怎么讲就说有一个挣扎了。台东县的偏乡学校，大多数伫沿海甲山区。根据教育部108年的统计资料，台东县总共有114间的高中小学，啊，位伫偏远地区的有80间，占7成这么多。依照当地的交通、数位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等等条件，教育部将国内的偏乡学校分为3级：偏远、特殊偏远以及极度偏远。而位在台东县长滨乡的3间国小，依山傍海，有着很美的景致。不过呢，其实这里是被教育部归为极度偏远的学校，目前全校只有34位学生。这个海景、色彩缤纷的校园，这是长滨乡3间国小上大的特色之一。偏远地区有的老师想要留落来，所以就要面对现实的无奈。但是有老师规家拢搬来这大，希望会当予山海这边的学生更较好的教育。刚毕业的时候，先去桃园复兴乡教了1年书，因为我们是念公费生，然后就分发到澎湖的七美国小，那也在那里教了1年书。然后要离开的时候，小朋友就很舍不得，就是有些就有掉眼泪，然后叫我不要离开。那个画面我一直就埋藏在记忆里面。其实我自己也很舍不得。我们要一起去哪里？啊？我们想到花莲夜市啊。花莲夜市哦，花莲夜市有什么好吃的？章鱼烧好不好？44岁宋洪波，自细汉伫北部大汉，做正式的老师将近20冬。拄到3间国小任教1个月，捌伫桃园的复兴乡甲澎湖的七美教册，对偏乡的囡仔有特别的感情。过了18冬4一年，决心重回偏乡。就是我在山上还有在海边教书的经验，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理由，老师没有办法在当地待很久。那因为我跟我老婆喜欢自然环境，我们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偏乡当成我们的家乡？其实西部不缺好老师，不缺认真的老师，但是在东部真的要留下来，的确要耐得住寂寞。那为什么会留在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孩子信任你，所以相对会给你很多的一个增强。3间国小的校长李秀琴来自桃园，16年前到台东任教，决定为着偏乡的囡仔留落来。啊，其实3间国小即摆的6年级班6冬来换7个老师。因为我台东人，所以我每个礼拜就是开车来回。那我们偏乡其实很长，像我们学校前几年真的很不稳定。我们班之前1到3年级也换了7个老师，那各种因素啦，所以换了7个。然后所以我到了4年级之后，校长就希望我就可以一路再上来。但在偏乡待得下来的老师，他不只要有爱，他还需要具备教学的专业。否则其实他会挫折，因为既然他是想要来帮助偏乡的孩子，可是他帮助不了他，所以他非常挫折，他就选择离去。一开始我来这里的时候，我也是在观察，不只是孩子的需要，老师的需要是什么？其实要予以衡量，一起兼顾，学校才能持续稳定的一个发展。李秀琴设法甲老师甲囡仔建立信任，发展学校的特色，一直到近年来，师资才豆豆稳定。啊，尽管教育部有定出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像正式的老师，伫一般学校任职满3年就会当调动，伫个偏乡地区服务都要绑6年。但是伫个大多数偏远的学校，老师频频离开的现象，也是一年一年来上演。
偏乡教育的难题到底要安怎来解决？还是在就是说改善偏乡地区的交通，还有是医疗，最后还是在就是说地域价值应该是要提高。有些区域像美浓地区啊，他们其实也算是偏远啊，但是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些的社区中心、文化中心，却能够给学校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去帮忙的啦，哈，而不要说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个学校身上啊。我们现在学校好像扮演所有的角色。增加偏远加级，完整分配资源，才较有可能把老师留落来。教育部今年是投入1亿7千多万，补助偏乡的学校整修宿舍。学校搁要安怎来自助？学者建议会当寻求转型。对于特偏或极偏的学校，那我们如何去帮助这些老师留下来？其实他们在这里服务，他们最了解这里的孩子。譬如说，假设可不可以为他们设立一个专法？如果特偏或极偏的学校出缺了，那可不可以就是他们在这里面连续服务满6年的老师，有一定的保障名额给他们？其实会比说从外面招聘进来更快上手。转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2种方式啊，一种就是我们变成实验教育，另外一种就是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变成实验学校，可是因为我们很接近大自然呢，我们是有一些很特色的课程，那我相信有部分的家长他也愿意把他的小孩子送到有特色课程的偏远地区的学校就读。当学生比较多之后，那这个资源就会比较多，教师也会比较多，他留任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跨越山海，咱看到偏乡囡仔的困境，甲老师的丢毒。这群老师除了授业改学，更加想要伫囡仔心中播下着希望的种子。政府嘛必须积极建立配套，改善偏远地区的不便。学校是要寻求社会资源的进入，发展特色，重新来定位偏乡的小校，让教育袂阁受到距离的限制，让囡仔会当成功翻转未来。